家庭聚餐，好友共聚，食高級蒸汽海鮮啦！每人200幾蚊就食晒呢度全台嘅餸菜，而且有專人為你服務。松葉蟹、北芪貝、東星斑、黑虎蝦、大鮑魚、青口生蠔、尾貝、文昌雞、蔬菜，講都講唔晒，但係最緊要食埋最後嘅海鮮粥底，仲可以享用埋咁靚嘅房間。睇我介紹之前，請你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叫做 K 貨嘉南。大家好，我係喵，由羅湖口岸搭地鐵1號線1個站啫，就嚟到國貿站嘅 E 出口。出站之後一直向前行啦，過咗個斑馬線，穿過呢條天橋，見到呢個入口咧，轉左手邊就嚟到今日介紹嘅清鳳海上撈。隔籬咧就係亞朵酒店啊，離遠都見到佢嘅招牌噶啦，望住佢向前行就嚟到。一入門口咧，見到好大個海鮮池，好靚啲水。好清啦，好多唔同款式嘅海鮮啦，甚至係刺身級嘅海鮮生蠔都有。不過我哋今日嚟係有目的嘅，我哋要食一個松葉蟹東星斑5至6人套餐。當你落咗單之後咧，店員就會幫你咧去捉晒呢個套餐入邊有嘅海鮮噶啦，你可以睇住去捉嘅。嗰隻松葉蟹啊、東星斑咧，你可以睇住想要邊隻就要邊隻，自己揀，然之後即刻攞入廚房煮嘅。我哋呢個套餐咧有松葉蟹、北芪貝、東星斑、黑虎蝦、大鮑魚、青口、珍寶生蠔、尾貝等等啦。呢啲就係嗰個尾貝超甜啊！揀好材料咧就影下呢度嘅包房俾大家睇下，呢個淨係少量㗎咋，呢幾間仲有好多包房咧，係喺亞朵酒店隔離嗰度。喺片尾嘅時候咧，再影其他房俾你睇，影住一啲細房啊、大房啊、5、6人房咧，呢一啲俾大家睇下啦，有埋房間名㗎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 book 位嘅時候咧，又可以同翻店員去查詢啦，去 book 位。而且清鳳呢度最特別咧，就係我哋介紹呢個套餐係可以用包房嘅。喺深圳好多地方咧，套餐嘅話係唔可以坐房噶嘛，呢度係無任歡迎啊，因為超級多房間。開始嘅時候咧，店員會幫你落米落水先，跟住先開始蒸海鮮啊，因為下邊要整個粥啊嘛，嗰啲精華就會落晒去噶啦。首先係蒸咗今日嘅主角先啊，呢個松葉蟹成隻上。都未夠，嗰啲蟹膏咧，佢會加埋雞蛋落去個蟹蓋嗰度煮啊！因為款式實在太多啦，我哋咧逐樣講都唔夠時間。呢一度咧係有店員為你服務，完全唔需要動手噶。無論係蒸海鮮啦、分餸啦，甚至咧係剪埋嗰隻蟹啊，幫你拆埋蟹腳啊、蟹鉗呢一啲咧，店員都會幫你全程去服務啊！你睇下。完全都唔使用手嘅，手套都唔使戴，全部店員整完之後咧，剪到靚一靚咧，成隻蟹腳，跟住就遞埋俾你食。呢個套餐咧係1599。我截圖顯示咧係仲有神券，所以就變咗1570幾蚊啦。咁呢個係6人餐嚟噶嘛，其實係食唔晒噶，6個人咧都食到要打包走嘅呢一度，因為仲有個粥啊，而且咧呢度嗰個調味料好正噶，特別係有一個菌皇醬，嗰個菌皇醬咧攞嚟撈麵撈飯非常之好食。呢個北芪貝好正，加埋啲金不換喺上面蒸啊！佢咧一蒸完咧就會變咗我哋平時見到紅紅地、橙橙地色噶啦。呢個真係抵食啊！你睇下個份量幾多？呢個北芪貝係6隻，平時咧海鮮餐廳啊，講緊深圳嘅餐廳都要20幾蚊一隻，佢呢個餐已經包咗6隻，你除翻咧平均每人260零蚊咧就可以食到呢個餐，係非常之抵食。呢個北芪貝咧，你見店員幫你夾起嘅時候好小心，因為上面非常之多湯汁啊。首先飲咗個湯汁，跟住先至食嗰個北芪貝嘅肉啊，唔好浪費佢。我哋平時咧其他啲海鮮汁啊、尾貝嗰啲汁咧都會倒晒落去煮粥嘅，但係呢個真係唔好浪費，甜到黐線啊，好甜好甜。跟住整東星斑啊，你睇下師傅切得好靚，等佢快啲熟啊嘛，大概5分鐘咧就已經熟啦。店員會幫你計時間㗎啦，所以完全唔需要操心，坐喺度傾偈食飯，有人服侍你㗎啦。如果喺香港要食呢種有專人服務嘅蒸汽海鮮粥底火鍋，
我比較過啦，最少要4000蚊落樓，而且都唔可以坐房添。坐房咧，起碼平均咧要每人消費4位數字咧，先有呢啲房間。你睇下啲鮑魚仲識喐㗎，同埋你喺香港要揾間有海鮮池嘅即棄海鮮火鍋係更加之難啊！香港寸金尺土啊嘛，同埋邊個養咁多海鮮啫？真係要一啲大酒家酒樓咧，先至有呢啲海鮮池啊！個鮑魚佢仲要幫你分埋咧，去埋嗰個底咧，夾好晒整俾你，再分埋每一位一件咁樣。個鮑魚好大隻，哇！呢隻雞要食啊！呢個咧真係喺清鳳咧，我係最回味係呢隻雞，佢嗰個醬汁整得好好食噶，同埋佢咧係特登切到咁細嘅，等佢蒸嗰時咧快啲熟啊嘛。佢蒸完之後係好入味、好滑嘅呢個文昌雞，單點啊都要記得嗌。而且呢個套餐嘅份量咧係有標準嘅要求，唔會話你嚟到咧個份量又少咗啊咁樣嘅。首先咧1599包括咗1隻松葉蟹啦，自己去揀嘅。然之後咧就北寄貝有6隻，東星斑大概係1.6斤左右啦。咁每條魚係唔同嘅。另外咧1.2斤嘅黑虎蝦，大鮑魚有6隻，青口12隻，珍寶生蠔6隻。尾貝大概係1.5斤啦，文昌雞1份。今次個套餐係包咗3隻粽啊，潮州粽3隻，呢個季節限定啦，個套餐隨時會更改。另外蔬菜拼盤1份，雜菌拼盤1份，另外仲包埋個海鮮粥底啊、茶水啊、濕紙巾啊、紙巾啊呢一啲啦，店員服務全部包晒，冇服務費，唔需要加1。提提大家啦，我哋今日介紹嘅係羅湖萬象城嘅分店，清鳳另外咧就仲有香蜜湖啊、一方城、海岸城、前海分店等等啦。每間分店嘅價錢啊、套餐價錢同埋內容咧都會少少唔同嘅，可以上翻大眾點評咧去睇翻唔同嘅套餐優惠。而生蠔店員好細心啊，佢喺出邊幫我哋蒸嘅。點解呢？因為佢生蠔殼會有沙咧，咁就會影響到嗰個粥底啊，所以係喺出邊嘅蒸爐度幫我哋蒸熟佢啊，非常之細心。呢度就係個1.5斤嘅尾貝啦，最勁就係嗰啲汁啊，攞嚟煮粥啊，而蒸完之後呢，嗰隻貝都仲係好大粒肉，好肥啊！呢個套餐咧就真係啱晒啲家庭嘅食客做節啊，或者係幾個朋友上嚟啊飲下啤酒啊咁樣。如果大家飲醉咗都唔緊要，因為隔離就係亞朵酒店啊嘛，而且你喺度食飯咧，好似訂房係仲有優惠㗎。到時咧喺度揾阿曾經理啊，或者呢度嘅店員去查詢。你睇下最後幾多汁，但係店員都細心嘅，剩翻最後少少唔會倒落去，因為佢驚有沙，梗有少少嘅，所以唔會倒晒全部嘅汁落去。一定夠飽噶，因為最後仲有3隻粽啊，3隻係唔同味道嘅粽嚟噶。咁咧我就切開咗其中1隻去俾大家睇下啦，因為真係食唔晒，唔好浪費啊嘛。可以打包走嘅，食唔晒。而呢一度咧個粽都係好出名噶，大家可以嚟購買啊，唔嚟食飯咧都可以買呢度嘅粽翻屋企啦。清鳳咧唔同季節咧都有唔同嘅限定食物啦，例如中秋節又會自己出月餅。咁最後咧呢啲就係嗰個菇菌拼盤同埋蔬菜拼盤啦，因為我哋都真係食唔晒啦，所以我哋都冇蒸到。最後咧仲有水果過嚟打卡，仲有雪糕送嘅。最後咧要留肚食埋呢個粥，加咗啲冬菜啊、胡椒粉等等嘅一啲蔥啊、芫茜嗰啲落去咧，好好味啊！呢個粥一定要打包走，如果唔係真係浪費咗。入邊有晒頭先嗰啲松葉蟹啊、蝦啊等等好多嘅精華喺入邊。清鳳海上撈呢一個品牌咧，其實已經開咗超過35年㗎啦，好多香港人咧係特登過關過嚟食，特別就係今日介紹嘅羅湖分店啦，係非常之近，影埋呢度其他嘅房間俾大家睇下。雖然今日介紹5、6人套餐啫，2個人又可唔可以過嚟啊？梗係得啦！大眾點評入邊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套餐啊，200零蚊有交易㗎啦，一啲工作日嘅鮑魚生蠔海味2人餐啊，200幾蚊嘅啫。已經食晒啲鮑魚啊、生蠔、脆腩片、尾貝、天鵝貝、豬肉啊、潮州粉果啊咁樣，大家可以上去大眾點評嗰度睇下啦。臨走之前請你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 叫做 K 貨加南，拜拜。